他們就到你到羅河萬子，去跟住說大開件油，就負擔的錢，收回呢就大掉隻油，到你隻萬子啦。哦，萬子死了，還廿二塊錢都不攞。收回員就問陳秘書，陳秘書，我還有塊錢油多咋？多幾多嘢啦？陳秘書硬啦算了一數，拿那個多萬的油個羅河萬子，擦擦就可以放，就話。就拿你廿那個嗰塊油當那個萬子揪的，個萬子放就一萬油就全部趴在地下嚟啦。陳秘書我可不跟住上去嘅時候，浩蕩蕩弄到嗰個萬子揪，當到嗰塊油記起來，還有下手托了貨單的陶吹嘅老婆啊，看到陳秘書當一塊油記，就死里跳手等着，算個混人！買，滾附近油寄來，他我也不叫他講。哎呀，這說了，我沒看你玩慢個油嘞。陳秘書話，試咗啦，萬子油一放，哦，可以錯認個咯。萬子後個位置油就要把這拍得靈靈。